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教育行业，聊一聊教师的就业。一个曾经著名的印钞机行业，其暴利时代就这么结束了。最近一批应届师范生接连遭到签约民办高中的突然解约这些民办学校分布于河北、重庆、广州、安徽、广西等各个地区。所有民办学校的解约原因高度一致，就是招生人数达不到预期。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赚不到钱，养不起老师了。尽管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18年起才出现明显下降，理论上高中生源大幅减少还要在10年以后，也就是这个冲击波应该离高中还有点路。然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教育观念发生微妙变化以及普职融通政策推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少民办高中已提前陷入招生困难。根据这个教育部的数据2024年民办高中数量占到全国普通高中数量的31%，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师范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也就是很多孩子上了这个师范之后他毕业去向就是民办高中在那找个工作。然而随着招生难带来岗位缩减、营收下降，在这场民办教育的结构调整中，受影响的直接师范生们仍在艰难等待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今天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他刊登了一篇报道，的报道就是反映很多师范的或者其他专业的学生现在到高中当老师，无论他是经过几轮面试怎么样找到工作的，最终由于这些民办高中招生困难，民办学校不需要这么多高中老师，所以这些新招去的老师就以种种理由被辞退或者就毁约。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的标题叫被毁约的应届师范生还在等上岸。我在想还等什么上岸？趁年轻早点改行吧。这个高中老师就是单上了也不保险呢。教师这条路一定是这个职业这个行业肯定是越走越窄因为这个冲击波虽然来早了，但是后面的更大的还在后面这人口是断崖式下跌，对吧？这是迟早的事情。他这个报道这么说他说按原定计划今年9月开学，周周将站在讲台上正式成为一名高中英语老师。然而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他的从教之路。这个心情还没有稳定个2月，对吧？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而且是不是对未来工作抱着一个对吧向往，对吧？对未来的这种人生的预期你不知道对吧？一个刚毕业的人找到工作，不管工资多高多低，对吧？他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他对未来就有了期待。结果1-2个月以后他的这个期待就成空，又得重新找工作7月底他接到来自宿州一所高中的电话，称今年招生人数未达预期，将辞退一批新老师。他也在其中。公开信息显示，该校是一所成立于2015年民办普通高中，截至2024年10月，该校在校人数466人，教职工67人。周周是一名英语师范专业应届本科生。今年3月底教师编考试失利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按照往年经验，这是多数未能上岸应届师范生的退路。民办学校机会多，求职成功率高，学院老师辅导员也倾向于鼓励我们先签一个民办学校保底，这样学校的就业率数据会好看很多。另一位接受本刊采访的应届师范生说在学校招聘会上，周周向几所民办学校投出简历，最先收到宿州该学校的试讲邀请。试讲结束后他当场收到入职通知，当场就签了合同。合同约定自7月1日起生效，未排课期间，就是没有课期间底薪是2800一个月，上课后月薪6500，包食宿。其实这个条件在宿州还是可以的，对吧？6500一个月还包食宿7月初学校通知新老师入校培训，当天一共来了20多位老师，有老师开着车拉着行李，做好了住下的准备。培训结束，学校让老师们回家等待下一次培训的通知。7月底，周周等来了解约通知。随后他了解到被辞退的新老师不止他一位，周周要求学校支付赔偿，被拒绝后向当地教育局投诉，但事情迟迟没有进展。8月20日，周周再度接到学校通知，要求他24日返校参加岗前培训，学校将根据培训和综合考核确定正式聘任结果，并承诺按天发放待遇。这说白了就是
对吧？找个借口啊，找个更合适的借口把它辞掉而已。通知还称啊，不参加培训视同放弃资格，若参加后未通过考核，学校将依规办理补偿。周周拒绝了这一方案，因为他认为2次培训只是对方寻找理由裁掉自己的借口。周周了解到，学校还要求部分老师转岗到宿管、保洁等岗位，月薪将为每月1900，不同意视为自动解聘。这老师当的也够憋屈的啊，对吧？你要不走的话，就让你去当宿舍管理员、当保洁，而且还降薪。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数位周周遭遇相似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均在签约民办学校后遭到学校毁约。这些民办学校分布于河北、重庆、安徽等多个地区，以初高中学段为主。所有民办学校解约原因高度一致，招生人数不达预期。受波及的还有在职老师们。一位来自山东某县的私立中学老师向本刊出具今年8月学校下达的员工调岗通知书，因学校教学岗位不足，现调你从教学岗位到宿舍管理岗位，延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旷工超过3日，按照自动离职处理。另一位工作1年多的民办老师表示，他从入职第2个月起，学校就开始拖延发放工资，上个月拖到下个月，还要分2次发放，并逐渐成为常态。我们从善良的这种角度考虑啊，学校他也没必要去这么为难老师啊，只不过是学校没钱了，他也没招啊，只不过采取这些对吧不合情理的来对付老师而已。就是总体上反映是这个行业不行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民办高中他招不到学生，他就没有经费，对吧？他没有收入啊，或者收入不达预期。这个宿州啊，这所学校啊，坐落在安徽省东北部的宿州市城东大学城，去年刚完成2亿元投入的改造与扩建，有2栋教学大楼，共120间教室，3栋学生公寓、实验楼、教师公寓、餐厅、塑胶操场一应俱全，篮球场有6个，理论上可容纳4000名学生，但眼下招生数量还不足以填满这个新空间。他说，今年教育局预计给我们学校的计划是500人，但实际招收学生只有90多名。7月20日，学校得知招生人数后啊，立即要求所有老师返校进行第2次招生，就是全员呢，每个老师都负有招生任务，去拉学生啊，但补录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个高一的新生，教育局计划是，他们能招500个，实际上只招了90个。那你说这高一1个年级就招了90个人呢？这不是开玩笑吗？他老师就67个人，实际上他高一招500个都已经是少了，因为他是能容纳4000名学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补习班啊？他就算他有补习班，那他相当于每一届得上1000人呢，每届上1000人的学生，你只招500人，这不是只招了一半？结果这就是一半，居然还是乐观估计，实际情况只招了90个人。那为什么这些初中生啊都不上这个高中，去哪儿了呢？全部考上那个公办高中，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学校要刷掉一半呢。招生人数不达预期后，7月底学校紧急发布公告，要求对新老师还有这个原来在职的老师统一进行2次考核，竞争上岗。最终该校辞退20多位老师，新老教师各占一半。从去年起，宿州该校招生就已经遇冷，原本预计招收300多名新生，实际报到只有88人。老师说今年当地中考人数比去年增加2000多人，学校因此上调了招生计划，但录取让人始料不及。王老师说，仅他了解，今年宿州市就有5所民办高中没有招满。王老师了解到，今年宿州市有1600多位超过建档线的中考生没有选择普高，远超往年数据，甚至有不少500多分的考生主动放弃填报志愿，放弃读普高的这批学生去了哪里？据王老师了解，除公办高中扩招，很多学生选择了中职院校或者3+2计划，也就是学生本来在减少，完了这些学生还在分流，就这么个意思。那你民办高中那就更吃不饱了。广东某市一公办中职老师李老师侧面印证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李老师说这2年所在的职校学位变得十分紧张，甚至一位难求。他提到自己以往每年都要到各县各镇宣传招生，但从去年起，家长就开始主动带着孩子在校门口排队报名，
排队人数是招生人数的2到3倍。什么意思啊？就是相对民办高中那些公办的中专那些职业学校反而火起来了。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啊，因为那个为什么上民办高中呢？实际上还是想考大学。民办高中最后对应的路就是考大学嘛。那公办职高呢，它有2条路，一个是什么3+2，你可以通过职高直接就上了大学；还有一种什么呢？那就是职高毕业了就工作去了，拧螺丝，反正对吧？你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也是拧螺丝。这个职高出来也是拧螺丝，对吧？你那个民办高中上3年，完了这个还上4年大学，出来拧螺丝。民办高中啊，考上那个大学估计也不是什么对吧？985或者211的比较难了。所以说家长一定是综合考虑之后投产比啊，对吧？这个毕竟赚钱难了，谁也不愿意在教育上面盲目投入了，在教育上面的投入已经变得越来越理性，所以公办中职这种学校反而火起来了。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以前这中专职高谁去啊？去了干啥？孩子就完了。现在不这么想了，都是拧螺丝，何必要多读4年呢？这个楚朝辉是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教育政策等研究。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读民办初高中的学生有相当大比例是留守儿童和一线城市打工子弟。这批孩子的父母收入并不高，他们既对老家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不满意，又因各种现实原因无法进入大城市的公办学校，才折中选择民办中学。这些民办中学往往花费并不低，对吧？以这个苏州啊这个学校为例，学费6500元每学期，伙食费3200元每学期，住宿费500元每学期，一年下来基本费用在2万元以上。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3年就是6万多啊，对吧？这还是静态计算，对吧？你还要加上一些你预想不到的开支啊，7、8万就出去了。民办学校里高中学段所占比重最大。楚朝辉说，这是因为2006年全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后，中小学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能力就逐渐下降，相比之下，民办高中一直还维持着较高招生份额。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中国民办普通高中4819所，占全国普通高中总数比例31%，在校生589万人，占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比例20%。刘畅是广东省某一市一所民办高中数学老师，他提到全盛时期他所在的学校在校学生达到2000人左右，每个年级近10个班，规模可观。该校所属的教育集团在四川、湖北、西南省份、广东、福建等多个地区开办学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学段，步子迈得很大。刘畅还提到他所在的学校曾有一半生源靠公费补贴，就是说通过中考统招录取，学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为缓解公办教育资源紧张、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等问题，国家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对于经教育局审批有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学校，政府每年会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公费学位予以扶持，使符合条件的学生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公费生的名额由当地教育局分配，这批学生也能带动学校口碑和自主招生。但今年该校这部分名额被完全砍掉，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公办学校已经能解决那些什么外来务工人员、什么留守儿童等等吧，也就是他们现在学位够了。就是这个以前民办高中啊，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因为很多公办学校招不满，招的这个很多学生还没地方上学。现在对吧，公办能容纳这么多学生，本质上还是学生少了。为完成招生任务，学校鼓励教师招生，每招一人奖励2000元。刘畅也参与了招生，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拨打数百通招生电话，感觉自己像搞传销的。尽管使出浑身解数，学校最终仅招到50名学生，与原定400人目标相去甚远。这个哪是相去甚远呢？这简直你这50个学生你怎么开学啊？对于民办学校生源下降，很多人第一想法是出生人口下降，但我国出生人口自2017年至2018年起才出现明显下降，这一因素带来的高中生源大幅下滑还要在10年以后。现在顶多是看到了这个冲击波，但是这个冲击波离你还有10年呢。这个刘畅分析他说这2年民办中学招生发力更多是受经济形势趋缓、社会教育观念转变和普知融通政策的影响。那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大环境下，那这些师范毕业的这些学生怎么办呢？周周正在与其他被解约的老师一起
己继续维权，要求这个学校按规定赔偿违约金，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7月1日生效，即便没有上课，至少也要赔偿我们1个月的底薪。但直到现在，最终的赔偿没有拿到，学校不了了之，也不给解聘合同。他1个月底薪也就2800呀，这学校连2800都不愿意付。你想，他一共就解除20个老师2800才6万块钱不到，老师贵一点，这是说明学校不容易啊。但是真正让这些老师心力憔悴的不是那2800的补偿，而是迟迟没有着落的工作，也就是下一步在哪里，又陷入迷茫，对吧？又要去找工作。这个周周与宿州这个学校签约以后就安心等待毕业和入职，对吧？那段时间内心是安宁的，是踏实的，甚至有些期盼。他说，我原本计划在这里教课1到2年，之后继续考编，但突然的辞退通知打乱了他的规划。9月开学季到来，中小学教师招聘已基本结束，岗位越来越少，但民办学校的机会减少，不少同学将目光重新转向公立学校。然而教师编考试的竞争环境正在急剧变化。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文件，提出实施教师学历提升计划，中学教师培养将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这意味着普通本科师范生毕业面临的报考门槛将不断提高，简历筛选环节可能都过不了。上岸失败后已经被迫转行的师范生田野对此次深有体会。他去年毕业于西南省份一所师范学院，记得校招筛选会上，公立学校招老师只要国家奖获得者。我的师兄师姐们毕业那一年有1等奖学金就能报考重庆主城区很多学校的点招，但到了我们这一届，连很多区县都要求必须有国家奖学金，或者是必须是部属院校毕业，一下子我们学校就很多人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了。前几天咱们介绍了这个成都，对吧？招聘那个有编制的老师，一共是500个名额，有3万人去。他那个投简历的基本条件是本科生你必须是那个什么教育部部属6大师范学校，也就是说你即使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你去投都投不了，对吧？你要本科你必须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吧，就是反正是教育部部属的6个师范大学，然后其他学校的你必须是研究生以上，你才有去投简历的资格我今天在网上又看了一个段子，现在很多地方招生招聘都用 AI 初筛简历，也就是很多人把那个简历到处投投完之后直接就被筛掉了，就第一轮就筛掉了，石沉大海。为什么筛掉呢？原来是人家人工智能审核，也就是第一关卡掉你的不是人，是人工智能。这也是黑色幽默卡掉你的是 AI 机器人。说即便通过简历筛选，也只是拿到点招入场券，之后还要参加初面、笔试、终面。笔试内容包括学科知识、教育学、行测等等。田野是1等奖学金获得者，比较幸运的拿到过3、4次点招考试入场券，但最好的成绩止步于第4名，而那个岗位只招1个人。所以说3万人去竞争500个岗位，那什么概念？一个岗位经常是上百号人去竞争。为了上岸，他们班有同学去了四川偏远乡镇中学，只要过去就给编制。但田野看来，这种安稳同样充满变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镇上一待可能就是一辈子，而当少子化趋势影响开始显现，最先受到冲击的或许就是这批乡镇学校。据田野了解他们这一届所在的班级约35人，最终成功考上教师编制的仅3到4个人，少数选择考研，其余大都流向民办学校和教培机构，还有个别同学做着家教之类兼职，以便保留应届生身份继续考编。不仅普高，职业学校的教师编也在收紧。李老师说这2年自己所在的学校招聘越来越严格，不仅要求学历证、教师资格证，还要有相关技能证书，报录比常常达到1:100以上，加之当地财政吃紧，包括李老师在内，学校的在编老师工资发得越来越拖延，甚至偶有欠薪。当地教育部门已经不再给学校新增财政编名额，学校也不敢轻易新招教师，缺某科老师时就采取外聘的方式，上一节课结算1节课的费用。今年学校没有开放应届生招聘岗位，在接连遭遇教师编制考试失败、毕业前夕
期被民办学校突然毁约等打击后，田野对教育行业的热情逐渐被浇灭。不久后，他通过银行招聘入职，彻底告别教育行业。入职后，他发现仅认识的10几个同事中，就有3人是师范专业转行过来的。还是从教育行业聊起啊，这个最没有保障的，那就是这些民办高中，对吧？它最容易受到冲击啊。所以民办高中老师无论是在职的，还是新入职的，还是将要入职的，都面临着选择。这个时候把你刷掉了，未必是坏事啊，因为你在里面待个2年3年，你到时候还是一样啊，要走人，对吧？这种安稳呢，只是暂时的，喘口气，不如早做打算。那有人就说了，那现在去考研，那就也是延缓3年，出来还是一样，因为你考研了，你出来10有8九还是进教育行业。那现在你看看啊，咱们这2天节目介绍的，即便你有编制，那现在比较好考编制的都是小学老师、初中老师，而且这个地方一定是偏远乡镇。刚才文章也介绍了，偏远乡镇实际上这个学生也是越来越少。那现在很多地方对吧，那个小学老师想办法让他去当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去公办啊，有编制，这还算好的啊。那很多人呢，让你去其他的事业单位、乡镇或者县里面的事业单位，表面是管理岗，实际上工资待遇都要下降。哎，这就是很多地方小学老师啊，没有编制的，那你就是直接转岗，宿舍管理、门卫、保洁啊，这就是目前小学老师面临的。这还是公办的啊。现在啊，还没有受到冲击的是公办的高中，因为那个冲击波离它还有点路，但是必然啊也会受到冲击，只不过还要等几年。所以现在民办高中就是这个含义先来到，所以这个说的就是这些师范大学的这些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对吧？3年前我就说了，这些师范生啊，毕业就改行，就不要去当老师，除非啊你能考上什么哪个高中的这个教师编，是啊市里面教师编，能稍微稳定几年。现在连大学老师都很难，都非常难办呢，对吧？2本院校的大学老师自己贷款给自己充值，冒充叫什么横向经费，1本院校也得这么干。那些什么双一流学校老师哪一个轻松啊？哎，真正混得风生水起、轻松的人也有，但那都是少数啊，那是吃得开的。大部分人啊，他都是那个扛的压力啊更大。就表面上看啊，大学老师好像这个职业啊令人尊敬，好像是很安逸，实际上他那个压力不比在社会上上班小，他那个所谓的稳定也是一种假象。所以你看啊，3联生活周刊报道的这些人最后都是改行，最多的去了银行。去银行干什么呢？做柜员。虽然银行业现在也不怎么地，但是好歹有份工作啊，也是相对稳定。不光民办高中现在不行了，这个民办大学招生那垮得更快，对吧？最近文章对吧报道啊，有很多媒体对吧报道这个很多民办大学啊招生，你只要参加高考有成绩的，哎就能去上大学，哎那个学费啊恐怕不少，4年下来要20-30万，但这样的大学都已经招不满了。过去10年啊，民办学校尤其是民办高校堪称是资本市场的闷声发大财典型代表。2020年啊，多数民办本科普通专业年费还在1万5到2万区间，到了2025年，6成民办本科专业年费突破3万，艺术类、医学类专业更是直奔5万。再看民办高校头部企业的盈利能力，山西省第一所民办本科通才教育2020年净利润就达到1.43亿，净利润率啊53%。中教控股2025年财年上半年实现30%的净利润率，而宇华教育2024年财年更是达到32%的净利润率。江西应用科技学院2018年毛利率就73%，你说这个盈利水平什么概念啊？大家知道啊，普通制造业平均净利润率只有5%到8%，你看房地产，大家看一看房地产那个上市公司的财报，赚钱的啊，那净利润率都在5%左右。那即便是奢侈品啊，你比如说爱马仕这种全球顶奢巨头，2024年它的净利润率啊也只有31%。所以这个民办高校啊，那它的净利润率什么概念？所以啊，被资本迅速的盯上，民办高校迅速走向资本化，继续并购学校，扩建校区，优化财报。所以刚才那个宿州那个学校啊，投资2个亿啊，新建校区啊，扩校啊，对吧？容纳4000学生上学，结果现在1年只能招个100人都到不了。数据统计啊，这些钱35%用于收购其他学校，35%用于扩建，20%用于还债，教育成了快消品。这个大背景来自2016年民促法修订后，民办高校自负盈亏、自主定价、闻风而动的资本，在政策红利以及生态不愁加持下，一路是绿灯狂奔。为了快速抢占生源市场，中教控
控股2016年仅持有3所高校，到2024年通过并购增至10所，期间融资成本从1500万飙升至4.7亿。另一家高校集团叫新高教，2023年斥资6.2亿收购云南某民办专科，还花了1.8亿将校园重新装修，吸引学生报名。这些高校规模扩张加码，但在教学投入却不大。另外是营销投入远超教学投入的现状，也就是你培养一个学生成本其实要不了多少，但是你要招这么个学生，你要花营销费用。上市高教集团2024年财报显示，营销费用占总收入的28%，而教学投入占比仅14%。学校获取一名新生的成本是培养一名学生成本的2倍。那从去年开始读民办大学成了亏本买卖，也就是这是家长和学生慢慢达成了共识。所以再加上这个远期人口这种下降冲击波，总会冲击到高校。也咱们这个俗话说就是死期已定。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办高校民办教育这种稳赚不赔的商业游戏终于提前结束。广大的家长和学生用脚投票，民办学校的生源开始不够了，怎么办呢？这就是叫越渴越吃盐。民办高校招生招不满，那他只能提高他的学费，要不然学校没法运转下去。所以2025年多所民办高校普遍涨幅20%到30%，有的甚至高达50%。这就是恐怖螺旋你学费越涨，那家长越算账，越觉得不值，越不去，最后民办高校自己杀死自己。我倒是觉得对吧，越南不是对高中也是免费了吗？既然咱们公办学校高中对吧现在能解决，不如高中也免费吧。咱们是9年制，现在改成12年制，这叫水到渠成这种改革。所以说民办高中就让他们寿终正寝。民办的本科呢对吧，再扛个2年差不多也可以关门了，没必要拖再过个10来年对吧，这冲击波就到了。所以最近你看这个媒体关于这个教师，关于教育对吧，关于这个民办高校等等报道特别多。我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是连续在报道他前几天是报道各地的这个小学老师转岗分流。昨天9月30号中国新闻周刊又刊登一篇报道，叫多地分流中小学教师的背后老师改教物理生物，边学边教对吧，他这个还是个一系列的报道。媒体为什么最近这么关注老师和这个民办高中高校教育这一块呢？实际上就说明他这块的问题比较突出，也就是铁饭碗现在已经不铁了。教师这个行业它是先受冲击的行业，教育行业，那么慢慢的会波及到其他行业。所以说来说去这个还在师范大学上学的大学生，或者还想立志当老师的其他学校的学生，要认清现实，早做打算对吧？这个观点我3年前就不厌其烦的在这个强调现在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来了。教育行业现在正在遭受冲击，那下一个是哪个行业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